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有这个网友打出一段影片，一台黑色的轿车咧等红灯，是讲超线停伫个机车的停等区。这个车窗一个撸落来，这驾驶竟然是台北市议员王世坚。啊，咧等红灯的时阵，讲王世坚个疑似在飞手机啊。影片一个铺上网，王世坚是马上出面来道歉，但是伊讲伊无咧飞手机啊哦。 骑车的人停伫咧机车停车区，毋过 BMW 煞超线停伫咧遐，是要到车窗架落来。大哥，汽车停等区呢？竟然是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已经回失了后，佮甲车窗架起来。这个事件发生伫咧21号，地点伫咧台北市南京东路一段含中山北路二段大路口。真足甲看，王世坚除了违规停伫咧机车等候区，佮敢伫咧车内撸手机啊！影片铺上网，有网友留言讲：世坚袂当做歹代哦。消息传出来。 王世坚赶紧出面回释嘞。我对于昨天占用到，我是很抱歉、很难过。我应该把道路看更清楚。那个前面有一块机车的后车停车格。警察即摆已经接到检举，卖依法改告发，占用机车等候区会当罚900到1000倍。不过网友质疑，王世坚伫咧耍手机啊，是安怎无改开发？碰一下就亮起来。 那你敲打我车窗，我拿一下手机啊，我怕，万一是抢匪吗？那我总可以报案吧？警察讲，洗车的时阵，若是摕手机啊，取缔标准爱看，敢有伫咧敲电话、录手机啊，或者是伫咧看影片，耍真久才会罚3000块。虽然王世坚讲家己用巨型的手机啊，无法度耍，不过身为公众人物，洗车无遵守规矩，伊做无好行为，无怪会扣民众甲讨论。